朱仲華發出的黃許律師行信件，於2001年7月27日，信中注明地段是125及1232地段。上述是朱仲華律師簽名。2001年9月1號，法庭文件。高等法院蓋章。法庭文件注明地段是125及1232，在 DD12約。另一份前代表朱仲華律師發出的黃許律師行信件，日期是在2001年9月21日。信中注明是125地段及1232地段。2001年9月21日的律師信，前代表朱仲華律師簽名。在2002年5月9日內庭聆訊後的高等法院文件。法院蓋章。加入黃傑強。加入福喜停車場作為第4被告人。文件注明是125地段及1232地段。
第一、二被告人代表陳鑑清律師行信件2001年11月7日，有黃許律師行在2001年11月8日蓋章收件。根據黃許律師行2001年11月6號的信件回覆，提供兩份答辯租約，日期是1998年11月2日及1998年8月1日。第一、二被告代表律師行信件注明是125地段及1232地段，租約到期日2001年7月30日。第一、二被告代表律師簽名。被告律師信件交給黃許律師行。前代表朱仲華律師的宣誓書，在朱律師的宣誓書內加入福喜停車場作被告時，前代表朱仲華沒有根據本人指示，根據第一、二被告提供的答辯書來加入福喜停車場作為第四被告人的重要理據。前代表朱仲華律師隱瞞事實，違反對起訴人的承諾。請參閱指控人網頁。